自从2025年12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生活伫光明中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7节到17节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写予恁的，毋是新的诫命，是恁对起头就领受迄个旧的诫命，是恁捌听到的信息。总是我写予恁的诫命，嘛通讲是新的。这对基督甲对恁拢是真的，因为黑暗得过去，真光已经得照。人若讲伊伫光明中，毋过怨恨兄弟，也是姊妹，事实伊还居伫黑暗中。疼兄弟也是姊妹的人，是伫光明中得生活，袂抵到互人绊倒犯罪。毋过怨恨兄弟也是姊妹的人，是伫黑暗中，伫黑暗中得生活，毋知要去倒位，因为黑暗互伊的目睭无看见。少年人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靠基督的名，恁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符乐时代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认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。青年人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已经有赢过迄个小者。细囝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认捌爸。符乐时代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认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。青年人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勇壮，上帝道踮伫恁内面，佮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者。毋通贪爱世间，也是世间的物。老人贪爱世间，伊就无疼爸。因为一切属世间的，亲像肉体的欲望、目睭的欲望，踮家己的财富顶，拢毋是对爸来，是对世间来的。即世间甲世间的欲望拢得过去，总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永远生存。生活伫光明中，天保灵魂的天使这部电影描述女主角安琪的人生安怎因为疼受改变。安琪自细汉甲老母相依为命，老母却因为一场重病失去性命。安琪沦落伫拘留院，这凄惨的遭遇，毋但互安琪的人生失去盼望，也互伊无搁再体会过真正的疼。直到男主角迈克出现，伊除了为家己的事业打拼，也无袂记得为家己的爱情祈祷。当迈克第一届拄到安琪，就用各种办法追求伊，开真侪钱，干那为着要甲伊见面开讲。毋但安尼，迈克用最大的疼包容安琪，就算遭受背叛，也袂放弃。当安琪感觉无法度原谅家己的时，迈克对伊讲：“我原谅你。”因为得到疼甲饶赦，安琪渐渐行出阴影，也有盼望，佮愿意付出疼的人生。疼的本质总是带着牺牲。电影中的男主角虽然受背叛，却不离不弃，互人联想到基督的疼。约翰一书第1章7节到8节，作者讲伊写互教会兄姐的命令是旧的，也是新的命令。虽然伫遮无直接写出迄命令是甚物，咱却清楚，迄就是彼此相疼。当作者讲这命令的真理伫基督的身上，已经清楚表达
这是透过基督牺牲性命的疼所传达出来。毋单单是安尼，作者也认为这命令伫恁中间表现出来，也就是信徒爱踮生活中实践即种牺牲的疼。作者点出，疼人甲无疼人，就亲像人生活踮光明中与黑暗中的差别。特别是遐个假教师经常满喙拢是真理，嘴呢讲疼人，实际却是做出怨恨兄弟姊妹的举动。因误以为家己是踮光明中，其实因早就陷入伫黑暗中。伫教会中，遐个自称属灵的人，一谈到信仰就讲甲句句在理，总是伫言语和行为顶面，不但无真正疼人，反倒骄傲地挑剔其他兄弟姊妹的信仰甲行为。一个活踮光明中的人，袂一直论断人，是愿意疼兄弟姊妹，帮助因无搁再失足犯罪。这种就亲像顶面所讲，电影中的女主角会晓安怎疼人，也甲疼伊的人做伙生活踮伫光明中。真正活踮光明中的人，应该用实际行动去疼人。这疼毋单单是去疼遐个对咱好的人，也是愿意正面去回应咱所疼的人。无论是耶稣，还是电影中的迈克，因的疼拢是一种牺牲的疼。所谓牺牲的疼，未必然是牺牲性命，是就算面对受伤害、背叛甲失望，也选择用疼、包容、宽恕，互人重拾希望，最后用疼的行动去感化所有人，搁帮助人做伙生活踮伫光明中。默想，我捌用疼去感化人无？或者捌受别人的疼感化过无？安尼的疼，互我想到基督对世间人的疼无？我捌用疼去感化人无？或者捌受别人的疼感化过无？安尼的疼，互我想到基督对世间人的疼无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你伫十字架顶的救赎恩典，就是用疼去感化人。就算每一个人拢是罪人，你却甘愿牺牲性命，互人会当行出黑暗，进入光明。求你帮助我学习安尼的疼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